各位觀眾，有一件事我真係想喺今日一開始就提醒大家，好多人成世人好努力慳錢，好努力慳錢，好努力為屋企、為仔女、為晚年打算，但去到某一個年紀，反而會慢慢發覺錢好似永遠留唔耐，明明冇亂花，明明日日計住用，明明自己已經好小心，但屋企總有啲突如其來嘅開支，一時係醫藥費，一時係人情錢，一時係屋企壞嘢要整，一時又係仔女有難處開口，到夜晚瞓低，身體已經好攰，個心仲係停唔到，諗住銀行戶口，諗住退休錢，諗住將來病咗點算，諗住仔女靠唔靠得住，諗住自己辛苦一生，到底可唔可以安安穩穩過埋後面嘅日子？各位觀眾，如果你都有過呢種感覺，今日呢段說話你一定要聽落去，因為屋企有一個地方大家每日都用，甚至一生人有接近1/3時間都同佢貼得好近，但偏偏好少人會覺得佢同財氣有關。呢個地方唔係大門，唔係雪櫃，唔係夾萬，唔係神台，亦唔係銀包，而係各位觀眾每日夜晚放低個頭嘅枕頭。枕頭好細，但佢托住嘅唔止係頭，仲托住一個人一日嘅憂慮，一日嘅疲倦，一日嘅計算，一日嘅委屈。有時候一個人白日喺外面笑笑口，返到屋企都話冇事，但一瞓落枕頭，眼一合埋，心裏面所有唔敢講出口嘅擔心就會一樣一樣浮返上嚟。錢夠唔夠？仔女會唔會明白自己？老伴身體點樣？自己將來如果行唔喐又點算？呢啲念頭一日兩日唔覺，10年8年累積落嚟，就會變成一種好重嘅氣，壓住一個人嘅睡眠，亦壓住一個人嘅財福。以岑日飛人生智慧啟發嚟睇，人到晚年，真正要守住嘅唔止係錢，仲有心氣、福氣同清醒。心氣一亂，錢就容易亂，福氣一薄，財就難聚。人一晚一晚瞓唔安，日頭就好容易用錯錢，講錯話，做錯決定。好多破財未必係因為命唔好，而係因為人長期瞓喺一種不安之中，醒嚟之後連自己都唔知自己點解咁急、咁驚、咁容易被人影響。今日我唔係話換一個枕頭就一定會發大財，亦唔係叫大家迷信到以為枕頭係神奇法寶。我想同各位觀眾講嘅係，枕頭係一個入口，俾大家重新望清楚自己最近係咪瞓得太重，心係咪太亂，錢係咪守得太辛苦，屋企嘅氣係咪太足。枕頭放得正，唔係求一夜暴富，而係令心安氣順，財氣有路可行。所以今日我想請各位觀眾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，唔係貪心，亦唔係迷信，而係提醒自己，從今日開始，我願意用更安穩、更清醒、更惜福嘅心去迎接更順嘅財氣。第二，請訂閱呢個頻道，等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守住財氣，息住福氣，養住屋企嘅好氣場。第三，請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影片後半段我會講一種好多人都忽略嘅無形破財習慣。呢種破財唔一定係突然跌咗一大筆錢，而係每晚瞓唔安，日日心唔穩，慢慢令錢流去一啲唔應該流走嘅地方。各位觀眾，枕頭第一個提醒就係枕頭唔只係托住個頭，仲係托住一個人嘅氣。各講氣唔係神神化化，而係一個人嘅精神、血氣、念頭同生活狀態。頭係人一生之主，白日諗嘅事，夜晚好多時都會帶上枕頭。年輕時瞓一覺可能就恢復，但到中年晚年之後，心事多咗，身體弱咗，睡眠淺咗，枕頭周圍嘅氣就更加重要。好多老人家夜晚瞓低，嘴裏話唔諗，其實個心不停計，退休金夠唔夠，
仔女會唔會有難處？樓宇管理費會唔會加？醫院排期點算？萬一自己病咗，會唔會拖累人？越諗越醒，越醒越驚，越驚越想手錢。可是錢最怕嘅唔係少，而係亂。人心亂，睇錢就容易睇得太重，睇得太重就會驚，一驚就容易做出錯誤決定。有時唔係人冇福，而係福氣一入到屋企就俾一個長期緊張嘅心趕走咗。我識得一位住喺九龍舊樓嘅伯伯，年輕時好勤力，做足幾十年，退休後都有少少積蓄，但佢晚晚瞓唔好，枕頭已經用到扁晒，床頭放滿電費單、水費單、銀行信、藥袋，手機又長開，驚仔女夜晚佢，驚銀行有通知，驚有咩事會錯過。佢話自己係謹慎，其實係成晚瞓喺壓力裏面。佢個頭下面雖然冇放住一袋石頭，但佢個心每晚都好似壓住一袋石頭。後來佢慢慢學識將賬單收好，手機放遠少少，枕頭換返一個合頸嘅。夜晚同自己講，錢銀嘢聽日清醒先處理。幾個星期之後，佢冇突然發達，但個人冇咁躁，冇咁易驚，亦冇再因為焦慮而亂買保健品，亂聽人講投資。各位觀眾，呢就係財氣開始順返嘅樣。真正嘅財氣有時唔係先從外面入嚟，而係先從自己內心嘅混亂慢慢退出去。當你夜晚終於可以瞓得安少少，第二日醒嚟，你講說話會慢少少，花錢會諗清楚少少，聽人講好著數嘅事，心裏面會多一份警覺。呢一份清醒就係晚年最寶貴嘅財位。第二個提醒，枕頭唔好太高，枕頭太高身體唔舒服，頸梗堅硬，氣難以下沉。從生活風水嚟講，枕頭太高好似一個人夜晚都唔肯低頭，唔肯放低，成晚頂住一股氣。人到晚年最怕就係身體退咗，但個心仲日日同人爭高低，嘴上話退休，心裏面仲同仔女爭，同志氣爭，同親戚爭，甚至同以前嘅自己爭。易經講中和，凡事過高過低都唔安。枕頭過高代表氣浮，心氣過高代表難放。有人瞓覺一定要墊兩個枕頭，話咁先安心，但其實佢唔係身體需要，而係心裏太怕。怕錢唔夠，怕仔女唔孝順，怕病，怕老，怕一旦自己倒下就冇人理。呢種怕越墊越高，越瞓越累。真正識守財嘅人，唔係每一分每一秒都緊張錢，而係知道日頭要計算，夜晚要放低。夜晚唔放低，第二日就冇清明嘅心去面對金錢。有位住喺油麻地嘅太太，長年用兩個厚枕頭，話自己一瞓低就驚，覺得頭墊高先安全。佢有退休錢，但成日擔心唔夠。聽到朋友講邊度有高回報就心喐喐。其實佢唔係貪心，佢只係太怕老來冇依靠。好多老人家都係咁，怕到一聽到有人話可以保本，可以高息，可以好快賺返一筆，就會心動。後來佢將枕頭調低，用一個合適高度，每晚瞓前唔再睇銀行數字，只係寫低今日一件已經足夠嘅事，可能係有飯食，可能係屋企平安，可能係仔女一個電話。慢慢佢個心冇咁急。有一次有人叫佢拎一大筆錢去做一個聽落好靚嘅投資，佢竟然冷靜咁話：我唔急，等我諗清楚先。各位觀眾，呢一刻就係守財，枕頭矮翻，唔係錢即刻多咗，而係心開始低翻定翻，錢就冇咁易俾慌張帶走。第三個提醒，舊枕頭
如果已經太黃、太扁、太潮、太有味，就要識得放低。好多老人家一生慳儉，呢種德行值得尊敬。以前生活苦，錢難顯，衣服爛咗補，家具舊咗繼續用，枕頭用10年8年都唔捨得換。可是守財惜福唔等於乜都死攬住唔放，有啲舊係福，有啲舊係俗氣，識分清楚先叫智慧。枕頭日日接觸，頭髮、汗氣、皮膚、淚水，有時仲接住一個人多年嘅心事。如果一個枕頭已經扁到冇承托，黃到洗唔淨，潮到有味，夜晚再瞓上去，身體唔舒服，心亦容易沉。有人話慳得1蚊得1蚊，但為咗慳一個枕頭，搞到長期失眠、頸痛、頭痛，之後睇醫生買藥，心情差，花出去嘅可能更多。呢就唔係惜福，係唔識轉氣。有位婆婆住喺香港島一間細單位，佢好慳，屋企每樣嘢都唔捨得掉，個枕頭已經黃到一片片，佢仲話冇爛，點解要換？佢成日同人講錢難費，唔好浪費，但佢日日瞓得差，朝早起身個頭重，講起錢就緊張，講起仔女就怨。佢嘅女兒有一次返去探佢，見到張床同枕頭，心裏好酸，就買咗一個普通但乾淨嘅枕頭俾佢，唔貴，只係合頸，枕台係暖暖嘅米色。婆婆初初鬧浪費，話自己未死都仲用得。過咗一排，佢自己講間房好似冇以前咁陰沉，個心都輕咗少少。各位觀眾，真正改變佢嘅唔係一個昂貴物品，而係佢終於願意相信自己晚年都值得瞓得舒服，值得俾新氣入屋。人有時唔係冇錢，而係唔敢對自己好，成世人慳慣，去到晚年連一個乾淨舒服嘅枕頭都覺得係浪費。但你要明白，真正惜福唔係將自己過到苦哈哈，而係唔浪費福氣，亦唔糟蹋自己。枕頭該洗就洗，該曬就曬，該換就換，唔需要買貴，但一定要乾淨、舒服、合身。呢就係對自己晚年財福嘅一種尊重。第4個提醒非常重要，枕頭下面唔好壓住銀包、現金、存摺、賬單、病歷、鎖匙、手機或者令人心酸嘅舊物。好多長輩有一個習慣，怕唔見嘢就將銀包放枕頭底，將存摺放枕邊，將鎖匙放床頭，將電話貼住枕頭。佢哋以為咁叫安心，其實係將錢財壓力、金屬冷氣、外界信息同埋無形恐懼全部放喺自己個頭下面。錢要守，但唔係用驚去守。各位觀眾，你諗下，如果一個人每晚枕住賬單瞓，枕住銀包瞓，枕住銀行信瞓，心裏面點會真正放鬆？睡眠本來係養氣，結果變成守夜；枕頭本來係放下，結果變成夾萬。財氣好似水，水要流得順，就要有空位，有通道。你將太多雜物縮喺枕頭附近，氣就雜，氣一雜，夢就亂，夢一亂，日頭心就散，心一散，錢就容易流去唔應該去嘅地方。有位阿姨因為以前屋企試過唔見錢，之後好多年都將銀包同存摺放喺枕頭下面，佢話咁先安心。但事實係佢一晚醒幾次，摸下銀包仲喺唔喺度，夢裏面又成日夢見俾人偷錢。日頭佢好攰，一攰就冇心機煮飯，一冇心機就叫外賣，一不安就買多啲唔需要嘅藥油、補品、雜物。佢以為自己好慳，其實每個月都有好多碎錢漏走。後來佢學識將錢放喺一個乾淨、固定、唔多眼嘅抽屉，枕頭下面乜都唔放。初初佢唔習慣，但慢慢佢發現錢冇因為離開枕頭而唔見，反而自己冇再成晚守住恐懼。各位觀眾，呢個就係從驚慌守財變成用秩序守財。所以今晚大家可以望一望自己床頭
係咪有太多手機線、藥袋、舊單、銀包、鎖匙、零錢、收據，甚至一啲睇到就心痛嘅舊相、舊信？唔係話呢啲物件全部唔好，而係佢哋唔應該陪你瞓覺。枕頭係俾心休息嘅地方，唔係俾壓力開會嘅地方。各位觀眾，講到呢度，我想問大家一句，你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守住錢，但總係有意外開支，好似財氣留唔住？又或者你有冇習慣將銀包、賬單、手機、鎖匙放喺枕頭附近，覺得咁樣先安心？如果有，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嘅故事，我會睇大家留言之後再同大家分享更加貼地、更加適合晚年生活嘅守財惜福方法。第5個提醒，枕頭同房間顏色唔好太冷、太暗、太沉。香港好多屋企細，房間本來光線已經唔多，如果床單、枕頭、窗簾全部都係黑色、深灰色、冷白色，人瞓入去心會好容易冷落去。尤其人到晚年，最怕唔係屋企細，而係心覺得冷；最怕唔係錢唔多，而係日日覺得自己冇依靠。房間太冷，心就容易孤單，心一孤單就容易用錢填空，或者相反，驚到1蚊都唔敢用，令自己過得好苦。五行裏面，土主穩，木主生，火主暖。晚年財福最需要嘅唔係猛烈刺激，而係溫和穩定，慢慢聚。枕袋顏色可以揀米色、奶白、偏暖、淺黃、淺綠、淡粉、淺啡。呢啲顏色唔一定會帶嚟神奇財運，但會令房間氣息柔和一點。人瞓喺柔和嘅氣裏面，心冇咁硬，講錢冇咁急，同家人相處亦冇咁容易起火。有一對老夫婦，仔女幫佢哋裝修房間，覺得現代風格好靚，於是成間房用深灰、黑色、白光，睇上好高級。但兩位老人家住落去，晚晚瞓唔深，傾起錢銀就易鬧交，覺得對方唔明自己。後來佢哋冇大裝修，只係將枕袋換成暖米色，床頭加一盞柔和黃燈，清走幾袋舊雜物，間房唔係變豪華，但變暖咗。房暖，語氣都暖，語氣暖，家裏嘅財氣先唔會日日被爭執沖散。各位觀眾，屋企嘅財氣其實好怕日日嘈，唔係話屋企人唔可以講錢，而係講錢嘅時候要有一份溫度。有啲夫妻晚年一講退休金就鬧，一講仔女用錢就鬧，一講醫藥費就互相埋怨。其實大家都係驚，但驚一出口就變成傷人說話。房間太冷，人心更冷，人心更冷，錢財就算喺手都變成壓力。將枕頭同床邊整理得暖一點，其實係提醒自己，錢要守，但屋企嘅和氣更加要守。第6個提醒，枕頭要有靠，人心先有靠。風水講靠山，並唔係叫大家一定要搬屋或者大改格局，而係提醒一個人瞓覺時頭部要有穩定感。枕頭唔好亂放，床頭最好有牆或者穩定嘅床板作依靠，唔好長期頭向空位，唔好俾鏡直照，唔好俾門氣直衝頭部，亦唔好有重物、尖角、雜物壓喺頭附近。人到晚年最需要嘅其實係一個穩字，錢穩、心穩、身體穩、屋企穩。仔女可能各有生活，兄弟姊妹可能各有難處，朋友亦未必日日陪住你。所以自己住嘅地方，自己瞓嘅位置，更加要俾自己一種被承托嘅感覺。枕頭一晚晚亂，床頭一日一日亂，心就好難形成秩序。心冇秩序，錢亦難有秩序。有位叔叔以前床頭靠住窗，窗邊又堆滿舊袋同紙箱，枕頭成日滑落，夜晚少少聲就醒。佢話自己好冇安全感，成日擔心錢唔夠。
後來佢將床頭位置整理好，唔係大改，只係加反穩定床頭板，窗簾拉好，紙箱清走，枕頭放正。過咗一段時間，佢話自己冇咁易驚醒。大家要明白，唔係床頭一變，錢就天跌落嚟，而係當身體瞓得穩，心先有力去處理現實。好多破財唔係因為冇錢，而係因為人一時心慌，做咗錯決定。有靠唔一定係靠仔女，有靠唔一定係靠老伴，有靠更多時候係你自己終於建立返一種生活秩序。錢放喺固定地方，文件放喺固定地方，藥放喺固定地方，枕頭放正，床頭清爽。當你屋企每一樣嘢都有位置，你個心就會慢慢相信自己嘅晚年都可以有位置、有分寸、有安定。呢種安定就係財福慢慢聚集嘅根。第7個提醒，枕頭材質要透氣合身，唔好一味貪平，亦唔好盲目追貴。守財惜福唔係1毫子都唔用，而係識得將錢用喺真正養命、養氣、養福嘅地方。有啲人買好平好焗嘅枕頭，瞓到頸痛都唔換。有啲人聽人講某種枕頭可以旺財，就買好貴，結果完全唔啱自己，瞓到更辛苦。兩種都唔係智慧。風水唔可以離開身體，你個頸痛、個肩硬、個頭重，晚晚熱醒，日頭自然心煩，心煩就易同人爭，易同仔女講重說話，易因為情緒買嘢，易因為驚而聽信人。財氣要順，守財嗰個人先要有精神。你係屋企嘅守財人，你自己晚晚瞓到散晒，點守得住屋企嘅錢同福？所以揀枕頭最緊要係合頸、透氣、容易清潔，唔需要炫耀，唔需要貴到令自己心痛，用得舒服，瞓得深，第二日醒嚟清醒就已經係一種財福。人到晚年最值得投資嘅唔係面子，而係睡眠、健康同心安。有啲長輩好捨得俾錢孫仔買嘢，好捨得做人情，好捨得借錢俾親戚，但輪到自己買一個合適枕頭就覺得唔捨得。各位觀眾，做人善良係好，但唔好善良到忘記自己都需要被照顧。福報唔係指俾人，亦要識得安住自己。你瞓得好，精神好，少啲病痛，少啲怨氣，少啲衝動開支，呢已經係幫屋企守住一份財。第8個提醒亦係最深一個提醒，真正嘅枕頭其實喺心裏面，外面個枕頭再乾淨，如果你每晚都帶住怨、帶住驚、帶住恨、帶住不甘去瞓，氣都難以真正順。有人瞓低就怨仔女唔夠孝順，有人瞓低就怨老伴唔體貼，有人瞓低就怨兄弟姊妹當年分得唔公平，有人瞓低就驚自己老咗冇用，驚錢唔夠，驚病，驚孤獨。呢啲念頭一晚一晚壓喺心口，比任何雜物都重。佛學講心生種種法生，呢句唔係話你一諗就有錢，而係你個心會影響你嘅行為。心安嘅人講嘢冇咁衝，花錢冇咁急，拒絕人冇咁驚，遇到誘惑冇咁意亂。心軟嘅人好容易用錢買認同，心怕嘅人好容易被人用高回報引走，心空嘅人好容易買好多唔需要嘅嘢填補寂寞。各位觀眾，呢就係無形破財。有位媽媽晚年獨居，佢每晚一瞓低就諗，仔女點解唔打電話俾我？今個月藥費夠唔夠？將來行唔喐點算？越諗越傷心，越傷心越瞓唔住。佢有時為咗想仔女多啲返嚟，就會買好多位，買好多禮物，甚至明明自己唔歡愉，都偷偷塞錢俾孫仔。佢以為咁樣可以換多啲親近，但每次人走咗之後，屋企又剩返，個心更空，錢亦更少。後來佢學咗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瞓前唔再計數，唔再翻舊賬，只係輕輕拍一拍枕頭，
將手機放遠，心裏講3句話：今日有飯食，今日有屋遮頭，今日平安過咗，就係咁簡單。幾個月之後，佢唔係突然有大筆橫財，但個人柔和咗，冇咁易鬧仔女，亦開始識得拒絕一啲唔必要嘅花費。呢就係財氣從心開始順。各位觀眾，我前面講咗咁多枕頭，其實最想提醒大家嘅就係一種好容易被忽略嘅破財習慣。呢種破財唔係好大聲，唔係突然之間冒咗大筆，而係每晚帶住驚、怨、急、亂去瞓覺，第二日醒嚟心唔穩，然後用錢去補情緒，悶就買，驚就囤，孤單就俾錢討好人，疲倦就懶得理賬，心急就投資錯，心軟就借錢俾唔應該借嘅人。表面係錢流走，根源係心冇安住。好多老人家唔係唔識慳錢，而係唔識安放自己嘅驚病，所以買好多用唔晒嘅藥同補品；驚孤獨，所以俾錢太鬆手；驚仔女唔開心，所以明明自己唔方便都硬撐；驚被人話小氣，所以人情錢越俾越重。到最後唔係錢用喺真正需要嘅地方，而係用喺恐懼上面。呢種錢流得最冤枉。所以今晚各位觀眾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整理，唔需要買法器，唔需要做複雜儀式，更加唔需要花大錢。你只需要行入房望一望枕頭附近，將手機、銀包、賬單、鎖匙、藥袋、舊收據、令人心痛嘅物件慢慢移開，錢有錢嘅位置，文件有文件嘅位置，藥有藥嘅位置，枕頭就留返俾睡眠，然後輕輕拍一拍枕頭，放正佢，睇下枕袋係咪應該換洗，睇下枕頭係咪已經太舊。如果有條件，可以用暖色、柔和、乾淨嘅枕袋。若果暫時冇條件換，至少保持乾淨整齊。瞓低之前，請同自己講一句：今日已經盡力，明日慢慢再處理。錢銀嘅事留返清醒嘅時候計，夜晚嘅時間留返俾身體回氣，留返俾心安住。各位觀眾，呢句說話好簡單，但對好多成世人辛苦、成世人為屋企操心嘅長輩嚟講，其實好重要。因為你唔可以一世都用恐懼去守錢，你要學識用清醒去守錢，用感恩去養福，用秩序去留財。如果你今晚真係願意做，可以再多做一個小動作，瞓前望一望自己張床，心裏面同自己講：枕頭下面唔壓錢，心裏面唔壓怨，今晚先俾自己安睡，聽日醒嚟，該處理嘅慢慢處理，該拒絕嘅學識拒絕，該用嘅錢用喺正路，唔該用嘅錢唔好因為一時心軟、一時驚慌而流走。呢唔係儀式，呢係一種晚年財富智慧。真正嘅財位有時唔係屋企某一個角落，而係你每晚終於願意安心放低嘅嗰一刻。人到晚年先明白，財富唔只係銀行有幾多數字，而係你夜晚能唔能夠安睡，朝早能唔能夠心平氣和，遇到事能唔能夠唔慌，面對仔女能唔能夠有分寸，花錢能唔能夠有智慧。錢財最怕亂，福氣最怕耗，晚年最怕心，日日被拉扯。枕頭雖然細，但每晚都問你一個問題：你今日可唔可以放低一點？你可唔可以唔再把所有恐懼壓喺頭下面？你可唔可以俾自己一晚真正安穩？如果各位觀眾已經睇到呢一刻，我想恭喜大家，因為你唔係只係聽完一段關於枕頭嘅說話，而係俾自己一個機會重新整理對金錢、福氣同晚年生活嘅心念。今日講枕頭，其實係講人點樣安放自己嘅心，心放得穩，氣就穩，氣穩，屋企財氣同福氣先有機會慢慢聚返。呢唔代表明日一定會突然有大筆錢出現，但代表你已經開始用更清醒、更安穩嘅方式去面對財氣。
當人識得守財惜福，唔再用驚慌壓住自己，唔再用怨氣消耗福氣，唔再將壓力帶上枕頭，錢財自然更容易留喺應該留嘅地方，福氣亦更容易喺屋企慢慢生根。各位觀眾，今晚瞓之前請記得望一望你嘅枕頭，佢乾唔乾淨，正唔正，太高定太低，下面有冇壓住唔應該壓嘅物件，床頭有冇太多雜亂，心裏有冇太多未放低嘅驚同怨。你整理嘅唔只係一個枕頭，而係整理自己嘅氣。你放低嘅唔只係幾件雜物，而係放低一種長年累月嘅慌張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說話，就當係你同自己、同天地、同未來嘅一個溫柔約定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唔再用恐懼守錢，我用清醒守錢；我唔再用怨氣耗福，我用感恩養福；我唔再將壓力壓喺枕頭下面，我俾自己一晚一晚慢慢安定返。亦請訂閱呢個頻道，打開通知鐘，讓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守住財氣，息住福氣，養住家中嘅好氣場，慢慢行入更安穩嘅財福之路。如果你最近都有錢財留唔住，意外開支多或者睡眠唔安嘅情況，可以喺留言區講低，我會睇大家留言。下一段影片再同大家分享更加貼近生活嘅守財惜福方法。覺得呢段影片對你有提醒，請幫我按一個讚，分享俾身邊同樣需要安睡、守財、養福氣嘅朋友。願各位觀眾今晚枕頭清靜，心裏安穩，一覺醒來，心清氣順，福氣慢慢回到屋企，財氣亦慢慢